继续要来关心台湾一团去以色列的旅游团，一班飞行机拢总有11个台湾人客。团讲含一个确定位到武汉肺炎的以色列人客，坐伫咧同一架飞行机内底。消息一个传出来了后，以色列政府虽要求旅行团袂当入境，11个人客嘛爱随坐专机，规个过程拢爱挂喙烟。下晡5点已经转来到台湾，防疫人员都爱上飞行机来检疫。移民署嘛已经设专柜提供因入境的服务，因为这11个人确定含这个病例。坐一个同一架飞行机内底，转来到台湾，照规定都要徛加隔离14天。其中有一个查某团员，因为本身就有气管喘气的症头，互人赶紧送去病院。病院强强无空病房，这个负责人就伫咧救护车内底等。挂着喙烟、挂着行李的这个查某人落飞机了，因为有呼吸道症状来送病院，嘛互防疫的人员唔敢代志。面对敏感的发烧的问题，这个查某人无想要讲，因为伊甲飞机顶其他10名台湾的乘客原本要去以色列旅游，却因为飞机顶出现一名日本泉州公主号的武汉肺炎确诊的乘客，互以色列官方下令旅行团随出境只好转来台湾。疾管署的防疫的人员唔敢代志，登记检疫，目前有10名台湾旅客检疫了后拢无症状，但也是爱踮出来隔离14天。这11位就紧急由这个在以色列安排，在旅行社的安排，就紧急回到包机就回到台湾来。旅行团伫咧28号到以色列进前，先去伊斯坦布转机。这个时阵，一个以色列籍的乘客上飞机，伫咧飞机顶一直扫。到以色列了后，恐确诊是武汉的肺炎。消息一日出来，旅行团的行程随就停，甚至传出以色列出动警察车开路，护送到机场，送转来台湾。这11名台湾的乘客2号坐包机对伊斯坦布起飞，经过巴基斯坦加油，伫咧暗时5点25分转来到台湾。移民署嘛特别安排专门的柜台，提供旅行团的乘客查验通关。因为甲确诊的个人同一班飞机，旅行团的人毋若袂当去佚佗，转来了后虽然无症状，也是爱伫厝内隔离14天。旅行社虽然答应会全部来退钱，毋过期待真久的中东旅游，啥物人嘛无想到会用送转来台湾做结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